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几年来，半导体技术已经进入纳米的时代，所以政府需要甲学术界、产业界有更加密切的配合。国家实验研究院就选择成功大学，共同建立纳米晶片中心的台南基地，上午正式动土，预计109年会当完工启用。位伫城大立成校区的高职区，未来将诞生总面积900平国家级纳米晶片中心，其中200平上新的无尘室，嘛将甲产业界共同研发3纳米甚至更加顶级的半导体技术甲材料。甲由国家实验研究院甲城大共同合作，上午伫坐贵宾的见证，正式进行动土仪式，预计109年完工营运。这个基地在这个地点其实是最佳的选择，无可挑剔的选择，有多重的原因啊。第一个从服务的功能来说，也谢谢南科好朋友的这个好意。我想某种程度来说，基地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能够使用方便，而且有各式各样的人都能共同来使用，除了学界跟研究界、产业界等等，还有最重要的是，每天跟着他可能会刺激最多动能的师生。所以，与其说它是国研院跟成功大学的一个基地，倒不如说国研院跟成功大学一起来服务这个平台。那么，在这地方以后有900平的土，900平的这一个实验设施，好，那么涵盖的第一个就是无尘室。第二个就是生医晶片实验室，那么第3个就是绿色科技的展示中心。对，那么各位可以想一想，在未来国研院将会投入多少的资源？其实想一想，我自己想就觉得有点感觉呢，相当的沉重啊。不过这是国研院的承诺。既然我们把这个诞生了，国研院当然有这个义务，把它呢建制，让它茁壮，让它长大。第摆囥伫校园内纳米晶片中心，拄啊成为未来半导体甲绿色科技产业推动新的力量。对着人才培训所带来影响甲价值，更是无可限量。台新闻军自郭博义采访报道。107年全民运动会29号将伫苗栗登场。台南市全民运动会万寿垒球代表队26号暗时就举行誓师授旗仪式，包括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甲议员候选人郭凤仪拢到场勉励，希望代表队会当摕到冠军。第10届全民运动会29号将伫苗栗举行。台南市男子万寿垒球队伫过去9届曾经拿下6届的冠军、3届亚军。伫前教练嘛是议员候选人郭凤仪的牵线。26号暗时举行誓师授旗，由市长候选人黄伟哲授旗予万寿垒球委员会，再由委员会授旗予代表队的教练，一帮传一帮，希望为咱市的万寿垒球摕下第7面的金牌。会长前教练郭凤仪当时嘛为选手来争取福利，希望市府会用提高奖金加训练场所的设备。现场嘛得到黄伟哲的承诺，并且签下备忘书。好的运动选手要在好的场地发挥。我足希望讲未来咱的不管是咱的万寿垒球的球场地，也是未来各单项的这些场地都能够在台南市用最好的方式去行建或者是政策未来咱黄市长在执政的时候可以正视这些问题了那当然第2个问题就是奖金的部分选手大家需要给予的鼓励我想比较合理一点，然后较合理的。拄只黄市长有做功课，因为伊的资料嘛知影，6都里面是确实是最少的。
如果我们要振兴体育，奖励优良的选手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升这个优良选手的奖励金。那这个不仅是，甚至于我们有时候第1名的奖励金还比其他县市的第2名的奖励金还要少。所以说，我们目前为止第1名是2万块啊。那我们觉得其实应该是有可以适度提升的空间。那总之，重赏之下才有勇夫，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提升体育选手的优秀选手的奖励金，这是有必要的，这是属于顶尖的部分。那属于全民体育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台南市空间不愁没有，那合适的运动空间，我们觉得其实有待规划。除了男子慢速垒球队，另外今年新成军的女子慢速垒球代表队，伫教练刘水波的带领，逐礼拜训练，希望第一届比赛望会有好的成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立享台湾省经公司2015年伫高雄冠证第1台救护车，今年2018年也来到台南永康的第5消防分队，冠证1台配备完善的救护车，希望提供台南的乡亲更加好的医疗资源。由专业的消防救护人员伫咧现场实际操作，要如何正确来实行着心肺复苏术，以及有效快速的维持着伤患的生命等等的动作。展现予对日本来田园小镇台湾产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阿南校师了解消防队员的工作内容。这届台湾产金有限公司来到永康，捐出1台设备完善的救护车。代理市长李梦燕表示，这证明了台湾甲日本的友好情谊。说是最高等级、最佳的配备。那一部救护车大概造价就要330几万。这个造价哈，那么我想可以这样的救护车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周全更完整的一个这个急救等等各方面的照顾。好，那么由于3家公司的代表得知我们第5大队这个救护车已经比较老旧，所以呢提出这样的一个申请，那表达愿意捐赠。这样的一个最高规格，而且是设备各项的救生设备最完善的一辆救护车哈。台南市政府甲日本企业的纪念品交换，双方友好的互动，也一再显示出台湾甲日本的情谊。1台救护车的加入，未来将带予台南乡亲更加完善的医疗救援。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运动社区甲光华高中合作的社区营造发表会，今年要用亲子园游会的方式来呈现过去房客周边的生活起居。欢迎有兴趣的民众30号下晡去清水市的历史街区行看看，听长辈讲房客故事。去年底因为清水市庙埕的整修，意外重现房客古河道。和运动社区的长者回想了房客墙边的生活过去，因此伫今年的社区营造运动社区特别结合光华高中跨域的合作，举办一系列社区生活故事的访问加调查。今年的成果发表，将以亲子园游会的方式呈现过去房客周边的生活点点滴滴，有溪边洗衫、卖杂货、广告以及当地基用式家电。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体验。咱房客毋是讲一条水沟尔，古早伫咱遮生活的时阵吼，伊是一条咱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记忆，也是一个伙伴。其实咱呈现的主要是咱长者因细汉的时阵，因看到的情景，咱家己部分家呈现出来。迄个仿西生活的故事安尼，生活的故事，包括我手这家己茶啊，咱古早拢当做，即摆人拢当做是咧茶菜，其实古早是咧收厝做茶银两的。即届的活动，光华高中除了提供古文物的展览，另外嘛有服装设计群的学生走秀，以及儿童佚佗面的体验等。了解说他们在这里的生活背景，当时的居民的生活背景，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由服装科，然后呢就做的那个在地回收的衣服，新娘的衣服，然后搭配这一次的活动，然后就会有新娘起轿啊，然后有那个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就是当时他们的结婚的状况是什么。
好，那另外呢，此外就是我们还有银发族活动管理学程。那这个学程呢，就是因为他们最主要是跟在地的老人能够有所连结，所以我们也让这一群学生呢到访溪来这边来，然后跟银同的一些社区的居民、跟老人家还有那个阿公阿嬷他们一起去活动，然后设计一些活动，让他们可以活动筋骨，预防老化。活动就定伫即个礼拜日30号下午3点到6点半。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因东里清水市的历史街区行行看看，找找过去房客江边的生活基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用手机来支付已经是潮流，所以交通局嘛开发一套台南好停 APP。民众为10月1号开始，只要下载做会员，就当缴停车费，享受第一笔停车免费等等的好康。而且可以当查询停车位的相关资讯。一般民众路边停车以后所收到的缴费单，通常拢会就近去超商缴。不过现在交通局推出更加利便的缴费方式，也是利用行动支付。交通局表示，10月1号开始，民众只要下载台南好停 App， 不只当透过信用卡扣款，也当查询停车价位等相关的资讯，相当方便。而且1点钟20块的停车费用，第一笔免费，第二笔以后每一笔各当扣4块，等于是拍了8折，登记落来嘛省了一笔开销。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就把我们台南市的路边停车费做一个整合，只要下载我台南市官方版的 APP， 可以查相关的一些停车资讯，利用我的 APP 缴费哦。我想我提出的就是一个全国最优惠哦，第一笔就免费。那第二笔开始，每一笔呢，我就折让4块钱给我们的民众。我想这给民众一个小确幸哦。那再来就是说，也呼吁民众哦，多多利用我们的一个行动支付哦，来缴纳这停车费。我想用的越多哦，省的越多哦，那也便利大家。那欢迎大家来多多利用。当然，目前市面上用 App 来支付停车费用的种类真多，使用者真容易混乱。所以交通局嘛，呼吁大家一定要找到正下停车座位，佮有缴费服务的台南好停 App。才当轻松好停，佮享受好康。等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叶坤杰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嘉南药理大学办理大师讲座，特别邀请到专门制作美式汉堡的导师克里斯泰勒来教导参与系1年级的学生，安怎运用创意甲卡书，做出兼具食香味的汉堡料理。身为国际厨艺交流平台发起人，克里斯泰勒积极世界去教导。伊对着饮食文化概念，以及运用着天然的蔬果原料所来制作健康的食材，甲运用创意来发展特色汉堡等等。上午，伊就来到嘉南药理大学教导学生制作美式汉堡的方式，并且也介绍了更加种无同款的食材，让学生会当发挥创意，善加运用。Make a twist on food, make food fun. So what we enjoy doing. 他想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意式汉堡，然后这个汉堡其实就是用很基本的意大利香料去组成的。那这个很基本的意大利香料，我们要怎么让它变得更吸睛呢？所以我们今天用马里奥的造型，然后让它更吸睛，然后让小朋友也喜欢，然后就是会让小朋友开始有食欲的感觉。所以今天其实他想要做的并不是师傅想要做的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
汉堡，只是想要让大家有熟悉的味道，然后又小朋友又可以很喜欢。那个 Chef 他现在成立的这个 Chef Show 平台的，其实最主要的关注就是想要把所有的重心放在学生上面，让学生对食物产生兴趣，进而把更多更好的材料或是更有创意的食物带进来台湾。特别聘请到外国籍的老师教导外国的料理，嘉南药理大学参与系，就是希望会当增加到学生国际观，并且更加了解到无同款国家的料理其中所蕴藏的特色甲方法。我们是嘉南药理大学餐旅系面包实作的课程，然后这一次是搭配高等教育这个深耕计划的经费补助，然后我们邀请这个国际的厨艺烘焙大师来帮我们做协同教学。那主要就是希望把这个国际的美食观念正确的餐饮的观念来加入教导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刺激他们的国际观，希望他们将来呢可以走到世界上去，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美食呢发扬光大。强调要健康，同时也要兼顾美味的菜式汉堡。克里斯泰勒在咧课堂上除了展现出饮食新潮的观念，也引导学生去思考料理的本质，让这寡学生拢上了宝贵的一课。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了落实艺术生活化，台南生活美学馆特别伫户外规划一个新的市集，邀请青年艺术家参展，推出音乐、美术、陶艺等等的展演。10月13号，邀请民众踊跃参与。包括一个青年艺术家甲创作者所组织的新的市集，其实对2天前就开始运作，到达已经成为台南市美术教育甲生活艺术推广真好的场所。嘛进一步互市集参照户外内容同款，而且还有动态展演，相当精彩。新艺市集已经在台南生活美学馆举办大概2年多。那么当初我们举办这个市集，主要的希望就是提供给更多年轻创作者一个舞台。那所以我们这个市集的方向锁定在艺术创作还有文创创作为主。那文创的部分也希望它是偏向于创作，而不是偏向于商品化，因为这样的东西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磨练。同时，青年艺术家们他可以在这里学着怎么去介绍自己的作品，甚至帮自己的作品做定价、定位等等，这个都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方向。主办单位表示，新的市集这款创新的做法，就希望大家不只是一个作品展售的空间，嘛当成为艺术的交流平台。和艺术不应该限制在美术馆内面，而是用各种的形式加入人群来落实生活美学。所以嘛，欢迎民众10月13号做伙来遮到老热。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伫西门路的百货业者迎接周年庆，特别引进50间的新店家。除了知名服装品牌以外，还有日本的高级家用产品，甲最近真受欢迎的饮料，希望予消费者全新的体验。为了要迎接连绵个要来到的周年庆，为伫西门路的百货业者，特别伫下半年开始，抢先引进了将近50间的知名店家，除了流行的服装品牌。嘛有现在上行的家电产品，以及日本来的高级家用产品的店柜，业者嘛是希望透过这全新的店家，予台南的消费者更较侪、更较好的选择。我们在本季引进了近50家的新柜跟快闪店，像是有顶级品牌保养的 Revival， 还有日本百年家用品牌 Uchino， 还有小西门也有 Guess 的潮牌。当然，我们也导入了 Dyson 的概念店及 Super Dry Sport 的全新店装，那就是要带给台南的消费者最新最完整的购物体验。那另外呢，台南人也非常重视吃这方面，我们也在今年在餐饮楼层有导入不少超人气排队的品牌，像是有东宁路上总是排队人潮不断的东周黑糖奶茶，也是首次进到我们百货。那还有手做的抹茶名店御前上茶。那未来我们在10月中下旬也会新增超人气起司蛋糕测试输出的柜位，那势必会在为我们台南新天地创造另外一波的排队人潮。业者同时嘛，伫美食街引进了东区知名的饮料店，互消费者毋免阁走到东区排队就会使啉到。现在嘛有推出使用 APP 消费满额就会使抽 iPhone X 的活动，想要抢好礼的民众千万莫错过这个机会。
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为了伫手术全身麻醉的时阵，也当马上知影病患的神经功能的反应。现主时发展出一种多模型术中神经功能监测，会当同时监测运动、感觉、视觉、甲听觉等等多项神经的功能，减少手术的过程造成神经的永久性伤害。过去伫开头壳或者脊椎手术当中，因为病人全身麻醉，无法度做及时的神经监测。如果病灶位伫个运动区或者是有缘区等重要的神经位置，只会用靠外科医师的个人经验，尽量减少病患造成永久性的神经功能欠损。不过，现在透过多模型手术中神经功能的监测，等于同时做监控。如果我们遇到脑部或者是脊椎，它长的病灶的位置位在重要的区域，比如说影响到运动、影响到语言，甚至一些颜面神经麻痹、一些听神经的部分，我们可以做术中的神经监测。那术中的神经监测可以在我们开刀的中途提供我们一些资讯，减少开刀时产生永久性神经缺损的后遗症。大部分我们要做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监测都是使用多模型的，就是一次监测，比如说感觉和运动和听力和视力多范围之下，来做神经的监测。成大病院对2年前引进这套系统，累计完成将近50例神经外科手术，并且经过追踪，并无发生因为手术造成的永久性神经伤害。而且该系统嘛有健保给付的适用条件，经过评估，如果需要使用，患者嘛只需要支付一届性的监测检的费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6度到32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9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